呢度係常識室，呢度係實驗台，呢度係展示台。呢度係啲活動，有唔同比賽同埋實地考察同埋參觀，有參觀電力推進中心、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、參觀 T5、參觀挪亞方舟、STEM 海洋航行器比賽、參觀綠在東區、STEM 任務課堂活動、無人機比賽、參觀消防局、參觀美荷樓、觀看環保劇場。